今仔日受风台外围环流加东北季风影响，伫咧东半部、恒春半岛有大雨、大水雨。也若伫咧东部山区、东北部山区局部有大水、雨等级以上雨势发生的机会。估计就要到暗时雨势才会转好。咱来听气象署的说明。 我们提醒大家，其实降雨还在持续中哦，所以接下来几个小时，整个雨量的值还会在逐渐的累积。除了雨，我们也看到台风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，也带来相当强的阵风。随着风向渐渐开始转变，我们预估在大台北地区，尤其北海岸这里，降雨的趋势比较有机会缓和下来。那到了礼拜六。 整个台风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会逐渐趋缓，不过随着风向还是吹东南风，所以东半部仍然有降雨。而另外在西半部地区，到了礼拜六则会是有午后阵雨的天气，降雨的地方以山区及南部地区为主。那我们要提醒，这样子的降雨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出现。风力虽然有稍微小一点点，但是 整体的感受还是会觉得风力非常的强，尤其是在澎湖以及恒春半岛，还有彰化到云林的沿海这一带哦，风力还是相当的强劲。不管是豪大雨的影响、强风的影响，或是在海边，仍然是有相当显著的巨浪。在这段期间，如果要前往北基东半部的地区，尤其是山区，要慎防坍方落石；那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淹水。而此外，在风力还是很强的时期，外出 以及用路要特别注意安全。那我们也提醒大家，海边风浪依然相当的大，这段时间要避免前往海边活动。